打入社会这个毅力啦吼，过去有足侪这个 part time 的这个经验，啊，现主是嘛是咱拄踏入社会要来走总啊吼，啊其实但是你要走总之前爱先还一条钱，这条钱或者啥，甲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读大学是有贷款的，就是就学贷款啦。我大学的时阵一个月的生活费是6000块，这个费用其实是包括买课本啊、日常的食食啊，也是讲佚佗的费用。若是讲有打工的话，我的收入通常是伫咧5000到1万块左右，所以就是加1、2倍钱，通好去使用，也是讲欠起来以后会当还贷款来用的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即个基本的工资若是提悬的话，对学生来讲，会当一个月加要几百块的收费，通好来使用。对学生来讲，是一个足大、足直接的迄个帮助。基本上，若是薪水提悬的话，消费是一定的，因为像我即马就是3万块以上、5万块以下的人。对我来讲，住伫咧台北市，我开我税厝的钱就差不多1万块，水电嘿食食的部分就差不多搁开1万块。另外1万块呢，有3、4千块要去还贷款，所以就是存5、6千块左右。若是讲这个薪水若是提悬，嘿，我就会有较侪量上的钱去消